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1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就業，聊一聊找工作聊一聊騙局。大家都知道進入2026年，這個工作肯定是更難找。今年有1270萬大學生畢業。1月19號，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個就業數據2025年是吧？這個也非常的不理想，青年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這些都意味着這個2026年恐怕工作比2025年還要難找，会有更多的人失業。那越多的人失業，越多的人不好找工作，那麼騙子就會越多，因為有人就要利用大家找不到工作焦慮來騙你的錢。那麼從招聘這兒開始就有很多騙局，所以我們今天聊一聊2026年，如果我們不幸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失業这都是不幸。但是如果你因為找工作因為失業了去求職而上當受騙，那就是不幸中的不幸。這兩天有很多媒体在報道關於招聘的騙局，咱們來一起看一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叫無底薪合夥人？現在有很多人不良的那些商家，不良的那些老板用无底薪合夥人來騙這些失業找工作的人。什麼叫无底薪合夥人呢？顧名思義就是你去上班你沒有底薪，當然這個沒有底薪也是相對的他一般的底薪非常低，給你1000或者2000，最多不超過3000，給你1個月。然後你呢不是普通的打工人，你是合夥人，你是老板。這一聽還挺好對吧？給我2000塊錢1個月，我在這我當老板，我是合夥人，有好處帶我分，看上去很美好實際上這中間隱藏着都是騙局。今天網上有一篇文章叫無底薪合夥人騙局，盯上失業找工作的人。他主要是介紹了幾個求職的人的經歷，他們就遇到了這種無底薪合夥人騙局。文章描寫了一位網友說第一次對合夥人這個概念產生新認知，源於一起半年前的一次面試經歷。2024年5月說，距離從上一份工作裸辭已經近2個月，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在深圳雙休的全職工作仿佛是原罪，尤其是新媒體運營崗，因此我把目光轉向了時間自由度更高的兼職。我在招聘平台看到一條兼職招聘信息，薪資只有2到3千，崗位描述言辭透露着真誠。我加了老板的微信，一聊才發現是合夥人崗位，一起賺錢分錢，一個人搞太難了，一群人才能做大做強。老板的這些話吸引着我，心想如其沒有工作，不如和老板聊聊看。公司在福田區一個共享辦公室，老板租了個工位，我們約定在那裡碰面，在公共接待區，我們聊了1個多小時。老板沒什麼架子，期間向我描繪了一張宏偉的藍圖。他說目前也有騰訊辭職的寶媽在合作，已經拿到2000元的廣告費分成，但沒說具體分成比例。但得知我會設計，提議可以合夥，他跑客戶，我只用設計，盈利分成，到時候再簽訂協議。最打動我的一點是分成比例由我來決定。這麼一聽這個人就很開心說從沒有想到過合夥人居然會和我有聯繫，也就是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什麼合夥人，中國合夥人嘛。我把此事和從商的朋友商量，朋友給我澆了一盆冷水。他說做生意應該只看利益，做多少事拿多少錢，建議我以內部價按次收費，讓老板對外提高價格賺取差價。不出所料但這個人向老板提議，老板立馬拒絕。老板說合夥是要一起搞客戶，他再次強調利益捆綁。我當時沒從合夥人的幻想中抽離出來，以為錯失了一次良機。事實上這和他之前說幫我跑客戶已經自相矛盾，當老板的夢就此破碎。後來我在瀏覽招聘軟件過程中發現了許多更直白更毫不掩飾的無底薪合夥人崗位，這些公司大多為20人以下的小微企業，崗位描述往往顛覆傳統的職責框架，做自己的 CEO 零投入成本，如果你不甘平凡等极具感染力的文字，煽动着求職者點擊溝通的慾望。要知道對於一個有工作的人來說，這些字好像沒什麼吸引力，或者吸引力不大。但是对于一个求職者沒有工作，尤其是找了半年工作找不到的，看到這些字那還是很心動的。社交平台上的創業搭子很多也是無底薪合夥人，有的甚至以合夥人為名
套取商業模式、創業模式啊。無底薪合夥人吸引的大部分是失業者或職場受挫者，他們鬱鬱不得志，渴望一展抱負，一旦得到老板肯定和信任，就變得盲目了，进而沉浸在合夥人的幻夢中。然而現實往往比較残酷，有网友這樣評價无底薪合夥人：成了就拿走分成，沒成就只是免費勞動力。但這已經是无底薪合夥人的較好的結局。說的不錯啊，就是理想中啊，你在這幹成了，你拿提成，那賺2萬、3萬、5萬都有可能。幹不成呢，我也沒損失，对吧？一個月給我發2000，表面上看是這樣啊，實際上不是，這裡面還有風險呢。雨果網就曾報道，不少招聘平台上出現大量的跨境電商合夥人崗位，表面上無門檻、高收益、免費學習，實則是制造一種零投入也能高回報的錯覺。公司通過免費獲取信任，以制造出單假象等手段，一步步套牢小白的資金。除了明显的合夥人崗位，部分職位撕開面具後認識无底薪合夥人，甚至暗藏着更大的騙局。這裡面介紹一位受害者，曾經的咖啡師，他也是因為自己成了合夥人，結果跟老板对簿公堂。这個轉行成為咖啡師之初，這個劉驍作者這個受害者一直有着開咖啡店的夢想，由於毫無經驗，在他看來最直接的入門方式就是去咖啡店工作，這就是他上當受騙的第一步啊。這個劉驍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個無需任何經驗的咖啡師學徒崗位，並順利接到了面試通知。當時處於疫情期間，老板仍願意招聘小白，這讓劉驍感到警惕。他也很警惕他怕是騙子。他在網上查詢門店公司的相關信息，發現其在疫情之前就已經注冊，且有4家門店，還專門到咖啡店踩點，門店裝修很有設計感，客人也很多。劉驍這才安心去參加面試。面試時，老板雄心勃勃講了公司的品牌規劃，聲稱拿到投融資後，公司會建立全國連鎖門店，到時候也會有更多合夥人加入。劉驍認為公司不錯，便入職了，月薪4500，這還可以但他並沒有把合夥放心上，認為這事怎麼都還輪不到他這個新人。劉驍回過頭來才發現，老板在面試時就已經開始做局。劉驍入職的前2個月，薪資照常發放，五險一金也齊全，從咖啡知識到門店運營，老板手把手教給他很多東西，對於門店數據也沒有遮掩。此外，老板還經常給他分享各行業的新聞，並表示要教他商業知識。從他觀察來看，老板無論在哪一家門店做咖啡都非常認真，對水溫和咖啡粉克重有着嚴格的要求。老板的真誠和對咖啡的執着，很快博得了劉驍的信任，成功在他心中樹立了靠譜的形象。這人設打造2023年1月，劉驍入職的第3個月，公司來了一位新店長，其曾在公司其中一個合夥人手下工作過，能力比較出眾。這時疫情已經開放，經濟開始復甦，咖啡連鎖店遍地開花。趁着這良好的經濟勢頭，老板打算從3家分店擴至5家分店，並開放了內部合夥渠道。儘管工作越來越得心應手，但至此劉驍仍然覺得自己和合夥人相距甚遠。劉驍沒想到不久後老板主動找到他談合作事宜，劉驍頓時覺得自己被重視了。但他仍懷疑自己的能力。老板以沒有人是學會才擅長的，都是邊做邊學來鼓勵他，讓他有了信心。劉驍還是留了個心眼，他特意向老板問起和股東 A 之間的糾紛，這是他從店長那裡知道的。對此，老板沒有隱瞞，坦言公司由他、股東 A 和 B 3個人共同出資成立，但 A 沒有完成足額的實繳資金，還偷公司配方開店。老板把 A 貶得一無是處，並且雙方還要互相起訴，如今只好尋找合夥人另起爐灶。劉驍追問為什麼不解散公司，老板表示他要對股東 B 負責。老板開誠布公的態度讓劉驍對其他的信任進一步提升那個時候他是我對他信任度最高的時候，他就這麼上當的這個劉驍就決定投資。他和店長有過溝通商量，店長也接到了合夥邀約，他們最終都提交了意向金，入伙參與公司盈利分成。這個我怎麼就想到了特朗普搞那個和平委員會呢？特朗普也是講故事，給各個國家發出邀約，自己當這個叫終身主席，他以後不當總統和平委員會主席還是他，然後他掌控這個和平委員會，然後你想入會
會的國家交10個億美金。我怎麼感覺特朗普也是在搞這個詐騙呢？无底薪合夥人，你還得出資，然後搞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加沙的建設，到時候加沙建設賺到錢了，大家都有份兒，大概這意思畫大餅。世界上很多事情道理都是相通的。成為合夥人不久，老板便讓劉驍重啟一家疫情期間關閉的門店，突然被委以重任，這份信任一下子激起他的工作熱情。劉驍暗自較勁，要做出點成績，只是事與願違。由於門店客流量不行，總店又缺少人手，沒多久，老板就把他調回總店。盡管心有不甘，劉驍還是認同老板的做法。在總店工作期間，劉驍逐漸覺察公司陷入了資金危機。先是從物業那裡得知門店目前處於欠租狀態，隨後是工資和分成都沒有了着落。由於勞動合同沒解除，劉驍找到老板問詢，他的身份是員工還是合夥人？為什麼工資和分紅都沒有？老板避重就輕，只說資金周轉不過來，公司實繳資金耗盡，又需要繳納房租，也告知解決方案，稱他正在起訴股東 A， 只要 A 完成實繳，就會有現金流進來。而後老板分別向劉驍和店長借錢，用于交房租、发工資。他特別強調，這是以公司名義借，不會不認賬的，只要股東 A 的實繳資金一到賬，公司就會還錢。你看我平常做事自己心裡也有認知，要不然早就走了，對吧？現在我還在兼職。劉驍共情老板的經歷，從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低迷期的影子。他認為老板挺過疫情也不容易，還有責任心把店撐下來，至少沒有直接跑路。成為合夥人後，店長和劉驍都把咖啡店當成了自己的孩子。畢竟疫情過後，4家門店都撐了過來，他們不希望倒在黎明前，於是都答應了借錢給老板度過危機。你看看這就是驢愛上了磨，那沒辦法。劉驍把錢轉入公賬時，賬戶卻顯示已經凍結。老板說這是之前的案子，被人做局了，與現在的公司無關，也不會影響他們，轉入到分店公賬就可以。劉驍對此產生了一些疑慮，但出於對老板的信任，還是轉了賬。他只想着一起把公司重新經營好，把以前工資賺了點錢全部又扔進去了真正讓他意識到不對勁的是被調回剛開始入職的分店不久，門店開始停水停電，他和店長總共已經搭進去30萬，在他看來應該足以填補資金短缺的窟窿。就在這時，老板又找到店長借錢，理由是門店聯名活動物料到了，希望湊夠錢交這個月底房租，把活動辦好。劉驍得知後對店長嚴肅地說，絕對不可能，你也不要再借錢了，這裡面絕對有問題。最終這些錢終究還是打了水漂。劉驍開始接到法院的勞動仲裁通知，他才發現之前一起工作的員工都在起訴公司欠薪。2023年5月，4家門店全部倒閉，距離劉驍入職前後不過半年多。劉驍和店長便向老板提議變賣設備還錢，誰料老板沒答應，店長為此還和老板大吵一架。劉驍和店長準備起訴公司，老板卻不以為意，他堅稱公司會認這筆賬，到時候會由股東 A 來償還，相當於兩人幫公司把 A 清算出去，等 A 實繳資金到位後，大家還可以繼續合作。這老板是可着這2個人騙呢，好不容易逮着這2個冤大頭即便後來他們連同老板一起起訴，律師跟他說这個老板是職業騙子，是一個老賴，他們仍不太相信。可見這個騙的有多深呢？上當這叫深信不疑。這個已經脫離了找工作無底薪合夥人這個範例了，這個已經是上當受騙，相當於加盟了，內部人加盟。實際上這樣的騙局很多這些騙子他也沒有一個定式，他是逐步的引你上當受騙，為你量身定制，對吧？一套話術，一個文本。如果你有夢想，你想創業，他就給你營造這種氣氛，引你上當。如果你僅僅是想找份工作，他也給你營造這種氣氛。總之他為你量身定制的。疫情期間我也接到好多電話，都是獵頭的。但是我記得我在網上經常收到郵件，應該是2020年前後吧，2020年正好疫情剛開始，那時候就是哪也不能去，大概前後有半年時間吧，我就老接到這種電話郵件通知去面試。我總結了一下最多的就是保險公司各種講故事，但是我一般都不去。我在網上收到郵件或者收到留言的時候我會問他，我說誰面試 ，title 是什麼？通過這個你基本上就能篩掉一大半這種面試邀約這是保險公司最多。第二類多的就是我剛才說的騙子公司，他給你回復是老板本人，是老板那可以。好，我一般呢會選擇在网上跟他聊一下，看看能不能聊得來，我會給他回复。好，老板分2類一類就是直接和
很赤裸裸，問你有沒有資源。比如他們公司是做醫療器械的，我是舉例子啊，他就問你啊，北京或者上海這3家醫院院長認不認識，認識幾個，認識哪一院長，就直接赤裸裸的啊。一般這種一看啊，我跟他說2句就算了，就這種你去也是替他幹髒活的，對吧？我要認識3家醫院的院長，我跟你合作幹啥呢？我自己去整點啥不就完了嗎？還有做私募的基金，這些基金公司啊，那就更赤裸裸，就是問你有没有認不認識高净值客戶或者是機構，也就是能不能為他募資，道理是一樣的啊。我要能募資，我跟你合作，我自己搞個私募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自己才是个私募，你有什麼業績啊？我看一看啊，這還算好的，對吧？這種反正比較赤裸裸。那第3類就是騙 PPT 的。什麼叫騙 PPT 呢？就是他說他做啥的，然後他把他的這個構思啊、宏偉的藍圖啊跟你一說，完了之後就問你怎麼幹，讓你給他出個方案。我一般的是感興趣的這個事情，我感興趣的話，我會給他出個方案，但是這個方案非常簡單，就是1、2、3、4、5，沒有具體。因為這樣的公司啊，他大部分都是騙你，你給他整一個 PPT， 你花了好長時間在那兒窮思夢想的想一個方案給他，他要的就是你的方案。我還遇到很多騙子，那當然了，就通過一溝通啊，從那個狀態就知道他大概是個騙子，就是這種叫無底薪合夥人這種概念非常流行。很多這個創業公司啊，那個老闆是那種非常亢奮的狀態，開口就要超過馬雲啊，要超過什麼馬化騰啊，開口就是要顛覆啊，就是要什麼一個全新的模式，要進行革命。這我一想，這我以前創業的時候也是這個狀態，對吧？基本上就是不靠譜，然後他許諾的是天花亂墜啊，歸根結底就是無底薪合夥人，你去給他幹，他給你股份，工資是1毛沒有。還有一類是什麼呢？還有一類就是去剛果金挖礦，但是這個就相對靠譜一點，因為都是上市公司招人吶，上市公司招這個注入這個剛果金這礦業公司的負責人，給他薪酬也還可以啊，但是我不願意啊，我覺得去那地方這個叫有命賺沒命花呀，不適合我。實際上你要找工作找多了啊，你自然就知道這些騙局。如果你對這個企業感興趣，你想方設法的找一找這個企業的資料看一看，對吧？先考察一下，看看是不是個騙局，是不是個騙子，口碑怎麼樣。這個功課這叫背調嘛，這種功課要自己做，不能因為你沒有工作你就抓瞎，對吧？給你個事你就去幹。剛才說到無底薪合夥人，那只是大多數是騙了你的時間，對吧？再來幹了半年沒錢，對老闆來說，他就是一個免費的勞動力，低成本的勞動力，給你編一套故事。你雖然損失也不大，但是浪費時間，浪費感情。還有一種呢，那有可能你還要被騙，對吧？你不僅騙了你的時間，還要騙你的錢財，甚至啊，你也很有可能啊，你變成人家幫兇，你走上了無意中啊，走上犯罪的道路，這個就更嚴重啊。這個不是危言聳聽啊，央視網報道啊，零門檻日賺100元，寶媽輕信穿珠兼職被騙超40萬元。這個不僅耽誤時間，這還把錢給丟了。你看，這專門針對那些寶媽，就是沒工作嘛，在家帶孩子的，你不是閒嗎？你想找事幹嗎？穿珠零門檻日賺100元，在家動手穿珠就能賺錢。這樣的兼職廣告吸引了不少希望居家工作的人，但這背後可能掩藏騙局。2025年11月初，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區分局花園派出所接到多名群眾的報案，稱遭遇穿珠代加工詐騙。大家看視頻啊。串珠零門檻日賺100元，在家動手串珠就能賺錢，這樣的兼職廣告吸引了不少希望居家工作的人，但這背後可能掩藏騙局。2025年11月初，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區分局花園派出所接到多名群眾報案稱，遭遇串珠代加工詐騙。報案人多為在家帶娃的寶媽，他們被一則廣告吸引。廣告稱，花380元購買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後，可全額退款，並能賺取每包40元的手工費。我是在一個寶媽群裡看到有寶媽說自己做了這個事兒，然後確實很快就拿到了返利。我想着時間很自由，然後又能夠帶孩子，又能夠掙錢，我就心動了。第一次的話，我是購買了3份材料包，總共花了1140元。收到材料後，張女士很快完成制作並寄回。不久，她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費，第一次投入的1140元本金也如約退還，這讓她放下了戒心。後來我又再次聯繫了商家，追加購買了20多份材料包。這一次制作、寄回，包括打款也是非常的順暢，而且讓我賺了800多塊錢。連續2次盈利讓張女士深信不疑。隨後，她一口氣訂購了1000餘份材料包，總花費達40餘萬元。
但當他和親友趕工完成，聯繫對方回收時，卻發現已被拉黑。我大概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吧，還找了我的親戚朋友們幫忙，然後把產品做完，準備寄回去的時候，發現這個信息發不出去了，然後打電話也打不通，沒有人接了，我一下就慌了，然後我就馬上去找到我們這個當地的這個派出所報案。經過四川成都警方深入調查發現，此案受害者遠不止張女士一人，更涉及雲南、貴州、廣西等地，涉案金額超過460萬元。我們偵查發現，這起案件的受害人群特殊，基本上都是居家婦女，涉案金額大，地域分散。這460多萬的資金被拆分成上萬條流水，分析起來如同走進了迷宮。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人充當掛名的法定代理人，自己隱身幕後，通過線上聯繫，一直沒有露面。為摸清脈絡，民警通過電話、視頻及跨省走訪，固定了70餘名受害者的證據，同時對海量資金與社交數據逐一排查，尋找犯罪嫌疑人的蛛絲馬跡。所有的資金最後都流向了2個隱秘的賬戶，而這2個賬戶的實際操縱者指向了鄧某和郭某2名嫌疑人。據調查，鄧某和郭某為了掩蓋犯罪痕跡，每1到2個月就會更換員工，讓員工對騙局也一無所知。他們先在網上以每斤僅幾元的低價批量購買手串原材料，包裝後再以高價賣給受害者，回收成品後再拆散循環銷售，整個流程都是為了騙取資金。通過周密調查，警方鎖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軌跡。2025年11月19號，民警將郭某控制，3天後，主犯鄧某也被抓獲。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實際上這些騙子啊，他都是利用了受害者一個心理，就是急於找工作，就是閒，就是無聊，想找事幹。他利用了這個還算好的啊，這個只是騙錢。無底薪合夥人是騙了你時間，騙了你感情。這種零門檻日賺百元的這種啊，寶媽是騙了錢，不僅騙了你時間，還騙了你的錢。還有一種呢是不僅要騙你的錢，你恐怕還要犯罪，一個比一個嚴重啊！這個也是貴州日報報道啊，咱們都是正经媒體報道的，說多地出現日結高薪兼職，日結啊，1天1結，高薪兼職，實際上呢，你很有可能成為犯罪的工具人。最近網上有很多這個日結工的這個招聘廣告啊，說操作簡單，日結高薪，超低門檻。近期類似的兼職信息在各類社交平台頻繁出現，輕鬆坦賺的誘惑背後隱藏着怎樣的秘密？根據一則兼職信息，記者在求職中介指引下，前往貴州貴陽某網絡科技公司應聘。應聘當天，記者看到該公司包含至少4間辦公室，其中2間為工作人員辦公室，另2間會議室已坐着有20名求職者。這是個記者暗訪啊，跑去假裝應聘。一位工作人員向求職者介紹了工作內容：我們是做 APP 拉新，網上薅羊毛、搶東西，需要用到身份證、銀行卡、收验證碼，偶爾也要人臉識別。一個人大概注冊5、6個或者6、7個賬號，如果超出約定的8小時工作時間，按1小時20元的加班工資增加。主要是某東某寶平台，我們準備好賬號，只是需要你們實名認證信息。一個人名下可以有多個賬號，如果自己有賬號也不影響，用完後這些賬號就成封禁狀態了。在你们離開前，我們會把賬號註銷，隨後工作人員收走部分願意參加的求職者身份證進入辦公室，但所有求職者只能在辦公室外等待。你看這個招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他把你放在那個會議室，把你身份證收走了，到里間去操作去了。身份證、銀行卡，這知道吧？說是在某東某寶平台註冊賬號，然後去，不是好多賬號新人註冊不有禮嗎？對吧？新人註冊之後買很多東西還便宜啊，還送優惠券，一大堆的啊，總之有理由啊。然後這個邏輯說起來好像挺像那麼回事，對吧？你在這兒兼職1天給你多少錢呢？1天結1次，你也註冊每個平台註冊6、7個賬號，一個身份證加銀行卡，銀行卡是用來驗證嘛，到時候支付，很多人就上當了。然後他就把身份證、銀行卡給人家，人家拿到裡面去操作去了。記者在社交平台搜索搶票兼職等關鍵詞，發現類似兼職在全國多地都有出現。盡管這些兼職具體工作內容存在差異，但實際操作極為類似，均需求求職者提供身份證、銀行卡，並提供驗證碼，配合人臉識別。而在事後，部分參與者才擔憂相關賬號是否會用於違法途徑。身份證、人
脸等相關信息是否還會被用於他處，參與這類兼職，自己是否無意間走在了違法的邊緣？不用說啊，顯然是的。你想想，人臉識別加上你的手機驗證碼，人家都拿到了。這個首先第一個很有可能用你這個來貸款、擼貸款；第二個，你把你的這個信息借給人家，人家在網上注冊，很可能用于詐騙。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啊。一般的找工作啊，对吧？面試的時候只是提供身份證複印件，身份證的話也只是給他看一眼，也很少拿身份證原件的，身份證複印件就夠了。只有辦入職的時候才會提供身份證原件，只有辦了入職，對吧？才會提供銀行卡卡號，因為人家給你打工資啊。而且一般的啊，正規的單位都會讓你到指定的銀行、指定的網點去辦一張銀行卡，專門用來接受工資的。所以說，像這種面試啊，就把身份證、銀行卡給人家的，十有八九是要騙你，完了還要你手機上的驗證碼，還要你人臉識別，這個肯定不是幹好事啊。這個就很有可能是走在違法犯罪的邊緣。這不僅你到時候會這個財務的損失，你更有可能是成了一個叫什麼幫兇，叫詐騙的工具人，犯罪的工具人。2026年啊，剛才已經說了啊，可能就業會更困難，找工作更難。但是再怎麼難，對啊，盡量避免上當受騙。這些騙子啊，他就利用了你着急、焦慮，急於找到工作，急於有所成就，急於證明自己，引誘你上鈎。實在扛不住啊，你可以送外賣。雖然這個平台抽成比較多，各種不好，但是你好歹不上當受騙呢。實際上這些騙局啊，大家稍微動動腦筋，都能預防，都能這個規避。那還有一些騙局呢，我們以前也介紹過啊，就是培訓，對吧？名義上你來找工作的，然後他說要給你培訓，各種名目的啊，各種名義上的培訓，各種借口，總之要收你的錢，這個你就要小心了。反正你是去找工作的，結果你還要掏錢，這個十有八九就是騙局。還有一類騙局呢，那都是詐騙了，他是假裝自己是央企，或者是華為，或者是騰訊，或者是阿里，總之啊，要麼就是他們企業本身，要麼就是跟他有關係，是外包，反正人家找個借口，對吧？你不是想找工作嗎？你只要給5000給8000，我把你運作進去，對吧？你是如果是大學生，我運作你去實習或者暑假實習。如果你是畢業了，對吧？我幫你去找工作，中石油、中石化或者是華為，對吧？根據這個崗位不同，根據企業不同，你交3萬、5萬、10萬，這種騙局啊，它有紅頭文件呢，它可以 PS 啊，你很容易上當啊。實際上啊，千言萬語歸納為一句話，就是儘管你失業了，儘管你找不到工作，你也不要慌，你只要不慌，從從容容，你很難上當受騙。一旦慌，你就很容易上當受騙，容易失去理智，容易頭腦發熱。隨着這個經濟下行啊，這個騙局一定是會越來越多，騙子也會越來越捲，騙子也會越來越精細化，騙子的騙術啊，騙局它也會叫與日俱進，所以我們很有可能面臨着更多的坑啊，防不勝防。騙子不是變少啊，是會變多。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